人人終須一死，但係好多人都覺得呢個話題係忌諱。生死教育專家黃文牧師嘅經歷，令佢堅信人人都應該為死亡做準備，以免死而有憾。黃牧師嘅孖生細佬喺出世冇耐就病死咗，但係父母唔肯講關於細佬嘅死，令佢更加害怕死亡。好在佢喺聖經知道耶穌嘅救恩令人獲得永生，終於唔再懼怕死亡。後來爸爸喺黃牧師生日嗰日離世，而早2日就係張國榮輕生。生死無常嘅震撼，推動佢鑽研同獻身生死教育。喺呢10幾20年來，佢唔單止推廣生死教育，仲陪伴無數臨終嘅人，幫人為死亡做好準備功夫，減少遺憾，豁達面對苦難，都有助平靜咁迎接死亡。如果想知更多精彩內容，請掃碼瀏覽天使心月刊網站啦。